法庭嘅審訊係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嘅。黎智英嘅案件審訊嘅長度咧係達到156日，法庭咧係審視咗多達2220項嘅證物，超過8萬頁嘅文件，有14位控方證人咧係出庭係俾口供同埋其他辯方嘅證據，加上我哋各方呈交總共超過1000頁嘅書面嘅陳詞。黎智英佢自己本人咧更加係用咗52日咧係嚟俾口供。我相信呢啲鐵一般嘅事實呢，就係黎智英同埋其他嘅被告係經過公平嘅審訊，先至咧係被裁定係有罪。事實上，早前喺法庭嘅公開審訊入邊呢，庭上嘅證據已經清楚顯示咗黎智英同埋佢嘅團夥多年嚟呢係利用《蘋果日報》作為平台，散播假消息、假新聞，為反對派呢係提供抹黑中央、唱衰我哋特區政府嘅平台，以虛假片面嘅報導咧，去誤導市民、荼毒青年，更加煽動仇恨、宣揚同埋美化暴力，仲咧係為呢個嘅係反中亂港嘅分子提供資金，同埋去支持佢哋所謂嘅港獨嘅勢力，引發咗2019年嘅港版顏色革命同埋黑暴，令到我哋全港市民咧係受到無盡嘅苦難同埋傷痛。更加無恥嘅係，佢充當咗美西方嘅代理人，乞求外部勢力制裁我哋特區同埋我哋嘅國家，出賣我哋國家嘅利益，配合美西方肆無忌憚插手我哋香港嘅事務，喺香港製造亂局，令到我哋經濟停頓，嚴重損害咗我哋社會嘅發展。